士啊，啊，迄个迄个和尚学校的大和尚，伊迄读书呢。读书。啊，佮有因的校长拢来丢倒啊。迄拢来丢倒啊。是啊。系啊，所以我讲旧年点300几个和尚。伊迄个包括迄大和尚是伫即个佛寺，即迄个佛教学校，和尚学校内底，伊校长搁去迄个大和尚。啊，校长嘛是来丢倒啊。迄老师嘛是有来丢倒啊。啊，所以讲，我有咧甲讲即点，伊讲即毋知。我有咧甲讲恭喜释迦牟尼佛伊有交代。过去交伊修，若准做无成就的，未来爱拜在弥勒祖师的这弥勒祖师的观想。啊，讲安尼伊讲这阮知影。所以讲拢相同。所以你要度伊丢倒，较简单啊。啊，所以伊遐佛寺其实共款啊，叫台湾共款啊。伊遐佛寺嘛是拢有建设迄个弥勒祖师的。拢有啦。啊，所以讲伊比。弥勒佛弥勒佛是弥勒祖师的应用，这是佛教有哪知影？他们也知道的。啊，伊迄个弥勒经内底，他也有这样讲。弥勒经，弥勒上清经，弥勒下清经。弥勒经啦，当然这也就是咱弥勒祖师伊的应运，所以伊会来批信所做的。所以讲，真就是讲弥勒祖师的应运，所以讲咱真拢会上那个弥勒经典，伊的意思就是安尼。啊，是弥勒祖师，啊，伊照着三才来批信落来。啊，所以讲咱真伫佛堂内底呢，拢嘛真鼓励上这个弥勒经典啊。上弥勒救苦经典。所以讲，当然话啦好势咧讲台湾的和尚咧求道困难。有但是伫泰国的咧求道较简单。你甲讲的时，伊会讲这相像。啊，无你甲看，咱这道亲伊有法度去度个大和尚，毋是迄个小沙弥呢，毋是迄个小沙弥尔呢，迄大和尚迄人。佮有迄主持，迄拢已经年岁拢交咱差不多拢拢40-50担个啊咧。你若讲伊无迄落个，伊也咧插。你若讲有文武之见啦，迄是你个较简单个。伊较会，你像咱遮迄个师较会来求道。足困难啦咱甲想甲都足困难。对啊，所以讲讲伫泰国和尚来讲起，因要得到个因缘对啊，太好了。天命的宝贵啦，这就是天命的宝贵啊！天命的宝贵。原来咱金阳啊无办法来。这新的伊无这新的拢无。啊无较清气啊。清朝那年代需要。7月份。那个，今仔日包唔到啦，有清气包，无清气包。没啦。今仔日包唔知有清气包，无清气包。没啦。你像人迄啥物包，米包装迄嘛，拢爱煮的。今仔迄个碰水包那个味道，爱较注意的。挺好的，大和尚拢会当求天道宝贵的圣道，这是最佳的见证。袁经理就甲互我讨讲要翕相片。我讲你翕个相片时，毋通用喙呢。你若讲上课讲的豆就好啦，迄袂使去传喙呢。迄变成就是人会因迄佛教理事会讲会有意见啦。原来是安尼安尼算做人的私下咧去求的啦，人私下咧求的，毋是算佛教公开。无法用，咱去因的佛寺点道，迄因的信众。是啊。迄因的信众。因的信众。互我哥甲用起怎甲做咧问早安用的啦。你要看迄因酒是拢上百啊。是啊。
迄咱的公司伫遐点道讲三宝。有迄特心哦，要得到较。这去会时点的嘛？这去会时点。会当入去会时点的，偌赞的偌好。会啊。啊，伊个当然，咱嘛是问伊的主持啊。哦，是。看会使袂使啊？哦，啊，你主要是拢服侍迄个释迦牟尼佛的呢。系啊。到国家。大家拢爱去做回事。哦，拢爱做回事。迄有期限啦，有泰国的大波的安尼，短期出家的，拢爱出家的。哦，原来泰国人有出过家的。哦。啊，左买爱钱的。左买爱啊。哦。要去遐迄个旅游活动呢？再说啦。看活动爱入门票。无啦，我是讲恁去检讨不要紧啦。啊，我在做我的代志的啊。嘿。